咱那行政院伫8月中的时有通过《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》的草案，已经送到立法院要审议。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无够，地区交通安全改善拢无啥效果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昏有亲身去参加公听会，伊是表示，新的法律若是通过，未来就由行政院长来主持交通安全汇报，安尼就当加强中央甲地方政府的合作。若目前这个草案，立委嘛已经有共识，希望伫这个会期会当通过。台湾交通环境长期受批评，8月份民间团体游行诉求重视交通安全。共一个月，行政院也通过《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》草案，送立法院审议。拜三的是立委召开公听会，交通部长王国材亲身出席，强调未来道路交通安全汇报会为交通部主持，提升到行政院长主持。我们明年1月1号全部都要公布了，就是纲要计划，还有包括各部会的推动计划。明年的第一次行政院长所主持的大会报要做报告，各个也要报告你执行计划，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专家学者给予辅导。王国材讲，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会甲道路安全、教育、保险、研究这个交通相关议题整合，为国人民改善道路安全。目前也当咧参国立委沟通，有达成共识，望伫这个会期通过。民间团体肯定政府推出草案，但是也指出，目前交通安全上大的问题是政府下部会的合作不够，望伫这摆新法会当改善。人行道的部分就被推说啊，这是营建署的责任，然后就变成说，好像交通部跟营建署之间的过去好像都没有。就好像各做各的，应该中央甲地方会当有一个可能是办公室，也是讲是一个任务编组的部分，那个道路规划的物件会当中央甲地方来做一个处理。在场立委也指出，现主是无论是中央各部会，也是中央参地方政府，拢有整合不够的问题。王国材讲，目前有7成左右的旧道路有问题，包括无人行道，互过路人行，也是路口设计无够完善等等。伫新法都会明确提出规范来改善，中央也会加强甲地方的沟通。记者讲郑准由台北报道。